原來有好多人唔知咧，箍完牙之後嗰個固定器咧係戴一世，即係如果你箍完排牙咧冇諗住會一世戴固定器或者戴一段好長嘅時間咧，我諗你就不如唔好箍啦。原來我哋人咧個面型咧，我哋研究發現咧 ，throughout the life 即係成世人 ，even 你冇箍過牙，我哋發現咧啲牙齒都會慢慢走位同移位。點解啊？因為我哋面骨同顎骨咧，其實一路會變化。想象下你哋嘅父母，咁佢哋嘅祖輩，你越嚟越縮水啊嘛。即係其實我哋骨頭過咗成年人之後咧，其實一路縮細。咁啲牙係一個死物嚟嘅，佢出咗嚟噶啦。你個骨頭收縮，咁你啲牙又唔會變細，咁會點？越嚟越亂咯。即係我哋講嗰啲叫 late mandibular crowding 就係咁嚟噶啦。即係去到30-40歲，可能你本身啲牙好齊，去到30-40歲，你發現啲牙開始亂咗。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咧。even 你唔箍牙，都發現你嘅牙齒會越嚟越亂，咁何況你箍完牙呢？所以咧，好耐1980幾年咧已經有 research 做過，亦都建議可以保持牙齒整齊嘅方法，就係終身佩戴固定器。OK， 係咪24小時戴？唔係，通常箍完牙之後咧，我哋會建議病人咧頭6個月至1年咧，可能係一個長期佩戴，即係24小時戴住，好似箍多1年牙咁樣。咁之後咧，基本上你就係瞓覺戴就可以啦。咁所以冇心理準備長期佩戴固定器嘅人咧，就要諗清楚自己想唔想箍牙啦。